卵生病，减18斤肉的，造成那个买肉的仆人被主人打死了。主人那个女性的跟男性的吵架，后来女性的生气吊死了。后来那个捡肉的被雷打死了，那个意乱生病。宇宙间万物皆有主啊，苟为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啊！戒贪啊，戒贪啊！寿康宝鉴哦，后半包含那个修行人哦专用的那个日历呢，农历的从1月到12月都有节气呢。节气就是男女戒淫呢，比如说初一15啦，晚上11点起的都叫戒淫呢。没有，前一天晚上11点就算了，此时就开始算了，所以就戒深夜啊行淫。神明的寿诞啊，日期啊，还有天气不好了，身体状况不好了，女人的月经啊，还有刚怀孕后了，还有这个生产后了，还有很疲劳了，远行归来了，有病刚好了，都不能行淫了，有的要断欲1年。还有1天不能2次不能邪淫不能放纵淫欲的。寿康宝鉴要参考。